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人類觀察課》。我哋延續翻上一集，咁第四種最恐怖，好似大螳螂咁樣嘅昆蟲人呢，佢哋又喺邊度跌過落嚟㗎？關於螳螂人嘅回收記錄喺美國嘅解密檔案入邊係最少㗎，但係普特霍夫喺訪談入邊講咗一句可圈可點嘅說話。佢話 UFO 墜毀並唔係美國嘅專利，地球有大約2/3嘅面積係海洋，其餘嘅陸地由唔同嘅大國瓜分。冷戰時期，蘇聯喺西伯利亞嘅無人區，中國喺新疆嘅戈壁沙漠，其實都各自回收過唔少 UAP 殘骸同外星人屍體。螳螂人呢一種高氧低重力嘅集體意識生物，據傳佢哋嘅飛船喺1970年代曾經墜毀喺西伯利亞嘅冰原，之後被前蘇聯軍方秘密回收。各國政府之所以保持沉默，除咗驚引發公眾恐慌、宗教信仰崩潰之外，最核心嘅原因係一場自私嘅星際科技軍備競賽。邊個國家可以第一個透過逆向工程 （reverse engineering） 破解外星飛船嘅反重力推進系統？邊個國家可以複製外星人嘅基因？邊個國家就可以喺地球獲得絕對嘅軍事霸權？美蘇冷戰，甚至今日嘅大國角力，背後好可能都有一隻外星科技嘅黑手喺度推動緊。但係當我哋人類沾沾自喜，以為自己好聰明，喺度偷偷地學外星科技嘅時候，有冇想過一個更恐怖嘅可能性呢？呢班外星人既然擁有可以跨越星系嘅科技，但係嚟到地球之後，佢哋嘅態度竟然係可以咁冷漠、隱蔽，甚至將自己隱藏得咁埋。如果宇宙真係咁熱鬧，咁多高手林立，點解大家都要保持靜默呢？雖然已經有齊所有線索，但係只要理性咁諗一諗，極之矛盾嘅大 bug 就會出現，就係物理學界最出名嘅費米悖論 （Fermi Paradox）。1950年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里科費米同幾位科學家喺度食午餐吹水，傾到 UFO 傳聞。費米計咗一條數，宇宙年齡有138億年，單係我哋銀河系就有幾千億粒行星，就算外星生命誕生嘅機率低到好似中六合彩咁，只要俾佢哋提早人類幾百萬年進化，以科技幾何級數嘅發展速度，一早應該飛出整個銀河系，喺宇宙周圍起滿晒超級建築，例如大心球，或者發射無數嘅星際廣播啦。費米當時拍一拍大髀，問咗一句名言：咁佢哋究竟去晒邊度呢？ Where is everybody？ 點解宇宙咁古老？照計應該好熱鬧噶，但係我哋用最尖端嘅望遠鏡望出去，成個宇宙好似一個鬼城咁嘅喎。直到 UFO 墜機，我哋先知道佢哋原本偷偷摸摸落嚟。針對呢個宇宙級矛盾，劉慈欣喺科幻小說《三體》入邊提出嘅黑暗森林法則，俾出咗一個最酷亦係最完美嘅答案。而家普特霍夫爆料嘅呢4種外星人，正好就印證咗呢一個生存角力。宇宙係一座黑暗森林，每個人都係帶槍嘅獵人。呢一個法則有2個不證自明嘅基本公理：第一，生存係文明嘅第一需要；第二，文明不斷增長同擴張，但係宇宙中嘅物質總量保持不變。喺呢2個前提下，當2個星際文明相遇，就會觸發宇宙中一個連鎖反應，叫做差異鏈 （Chain of Suspicion）。咩叫差異鏈？假設你行夜路，喺一條黑麻麻嘅後巷入邊，突然見到有一個陌生人行過嚟，你唔知佢係好人定衰人，係善意定惡意。好，就算你當佢係好人，你又點知佢會唔會覺得你係衰人？就算你知佢當你係好人，你又點知佢知唔知你當佢係好人？呢一種一層套一層嘅差異喺宇宙尺度上，因為喐一喐就幾十光年嘅通訊延遲，係完全無法溝通㗎。最攞命嘅係宇宙入邊仲存在一件事，叫技術爆炸。今日地球人科技好落後，但可能過多500年，人類就能夠做出毀滅星系嘅武器。所以對於小灰人、類北歐人、蜥蜴人或者螳螂人呢一啲頂尖文明嚟講，最理性、
最安全、生存機率最高嘅選擇只有一個，一旦發現其他生命嘅蹤跡，喺對方仲未發生技術爆炸威脅到自己之前，立刻開槍，先發制人消滅佢，或者將自己徹底隱藏起嚟。咁就完美解釋咗點解宇宙表面上係靜英英，即係費米悖論所講。因為聰明嘅獵人都一早將自己收埋，邊個大聲吹哨子，邊個就先死。四種外星人點樣完美契合到黑暗森林呢？回頭睇返美軍回收嘅4個種族，佢哋嘅行為模式完全符合呢一種靜默特徵。小灰人同螳螂人，佢哋嚟到地球，從來唔會好似荷里活電影咁大大隻停喺白宮上空，宣布我哋嚟自外太空。佢哋永遠只係偷偷摸摸做綁架、做基因實驗、收集地球資源、類北歐星人同蜥蜴人。佢哋甚至生得似人類，或者潛伏喺地球內部，透過操縱人類歷史嚟隱藏自己。佢哋匿得咁隱蔽，唔單止係怕被人類發現，更驚嘅係被其他更高級嘅神級文明發現。如果用數學公式去推算，例如德雷克公式，銀河系入邊好似佢哋咁樣嘅人形文明可能超過幾萬個，但係大家都係獵人，大家都過得膽戰心驚。羅茲威爾或者巴西嘅墜機事件，純粹係呢一班獵人暗中觀察地球嘅時候，唔小心露出咗馬腳，屬於星際交通事故。不過天體物理學家對黑暗森林法則亦都提出咗質疑，好似哈佛大學或者劍橋大學嘅天文物理學家就指出，喺現實嘅物理世界，隱藏係不可能㗎。因為根據熱力學第2定律，任何發展到星際航行階段嘅高科技文明，都必然會消耗龐大嘅能量。只要你用能量，就一定會產生廢熱，並且以紅外線輻射嘅形式散發到宇宙空間。再加上好似詹姆斯韋伯望遠鏡呢一類尖端科技，人類喺100光年外只需要睇一眼目標行星嘅大氣光譜，就知道嗰度有冇工業污染，有冇人工建築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呢4種外星人真係存在，佢哋喺宇宙嘅家鄉其實好似地面透火咁顯眼，根本冇得隱藏。如果黑暗森林嘅隱藏前提喺現實中好難完美做到，咁費米悖論又點解釋？點解我哋到今日先發現佢哋呢？天體物理學界俾出咗另一個答案，叫做大過濾器理論 （The Great Filter）。意思即係話，宇宙中所有嘅生命喺演化成可以喺全銀河系廣播嘅神級文明之前，都會遇到一個幾乎必死嘅關卡，可能係核戰爭，可能係 AI 叛變，亦都可能係氣候徹底崩潰。美軍回收嘅外星人遺骸，好可能證明咗佢哋同人類一樣，都仲未跨過大過濾器。佢哋雖然有飛船，但技術依然受到限制，只能夠喺附近嘅星系探索。宇宙之所以咁死靜，可能係因為絕大多數嘅文明喺有能力大聲叫囂之前，一早已經喺大過濾器入邊自我毀滅咗。如果美軍手上嗰4種外星人真係存在，咁喺我哋依家望得到嘅宇宙入邊，佢哋嘅老家到底喺邊度呢？人類行到2026年，天文學界其實已經唔再盲摸摸。依家科學家利用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，已經透過一種叫光譜分析 （spectroscopy） 嘅黑科技，喺幾十光年外直接睇穿咗幾粒最完美嘅超級地球大氣層。而喺卡爾薩根研究所最新發佈嘅精選清單入邊，有3粒星球，最有可能就係呢班星際獵人嘅大本營。第一粒被科學界視為神級首選嘅，係距離地球大約40光年嘅 TRAPPIST-1E 呢粒行星嘅大細、質量，同埋佢由母行星接收到嘅能量，同我哋地球嘅相似度高達95% 以上。而最新嘅光譜數據顯示，佢疑似擁有大氣層嘅初步跡象。如果吹同演化係真嘅 TRAPPIST-1E 呢一種固態岩石，重力同地球差唔多，又有大氣保護嘅環境，簡直係雙足直立，擁有立體視覺嘅類北歐人或者小灰人，度身打造嘅進化天堂。
第二粒最可疑嘅係距離地球48光年嘅 LHS 1140b，佢嘅質地量係地球嘅5.6倍，係名副其實嘅超級地球。以前科學家以為佢只係一個冰球，但係今年最新嘅研究就推翻咗呢個說法。科學界發現佢表面好可能擁有一個巨大嘅液態深海，而且被好厚嘅氮氣大氣層包住。如果呢度有高智商生命，佢哋嘅進化路徑好可能同地球完全唔同。又或者好似小灰人呢種傳聞中退化咗消化器官，靠皮膚吸收養分嘅物種，呢度嘅深海或者地下水世界就係佢哋最理想嘅棲息地。第三粒最令科學界坐立不安嘅係120光年外嘅 K28b 韋伯望遠鏡，喺佢嘅大氣入邊，唔單止偵測到二氧化碳同甲烷，科學家發現咗一種叫二甲基硫醚 DMS 嘅氣體分子。喺地球上，呢種氣體唯一嘅來源就係海洋入邊嘅微生物同浮游生物排泄出嚟。換句話說，呢一度有極大可能已經存在生命，而且佢嘅質量係地球嘅8.6倍，大氣含氧量同壓力可能非常之高。如果喺呢一種高氧大體積嘅超級地球進化，咁受限於地球環境嘅螳螂人就能夠輕易突破體型限制，發展出恐怖嘅集體意識科技文明。睇翻成個 big picture， 由美軍喺今年破天荒啟動 Pursuit 計劃，到情報圈爆料嘅4種外星人，再到韋伯望遠鏡喺超級地球發現生物標誌氣體，呢一切絕對唔係單一嘅新聞，而係開始大規模嘅謎底揭開時代。人類過去幾千年好似一個被保護得好好嘅巨鷹，以為自己係宇宙嘅唯一。但現實嘅係場外嘅世界，一早已經高手林立。正如普特霍夫佢哋所講，各國政府之所以瘋狂掩蓋真相，喺地下基地做逆向工程，係因為佢哋知道邊個先掌握外星科技，邊個就能夠喺星際政治入邊生存落去。人類未來嘅命運究竟係會好似三體咁，因為主動暴露位置而招致黑暗森林嘅打擊，定係能夠好似小灰人掃北歐人咁，可以成功跨越大過濾器，將我哋嘅基因同科技帶落去呢？答案可能喺我哋呢一代人手上就會自有分曉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到呢度。你又最相信邊一種外星人係存在呢？又覺得美國政府突然喺今年大規模解密 UFO 檔案，背後係咪有更大嘅陰謀啊？留言俾我哋，下條片再見。人類觀察課為你帶嚟唔同嘅人類故事，分析人類種種嘅不同心理面貌，觀察人類不為人知嘅陰暗面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頻道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、留言，當然仲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